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鄧老師。今日想同大家推薦一本科學嘅書籍，書名係《推動世界嘅100種新技術，掌握未來10年嘅關鍵產業，就能早一步勝出》。咁呢本書呢係由日經 BP 社喺度撰寫嘅。咁呢日經 BP 社呢專門就會介紹一啲資訊科技啊、電動車、電子機械等等嘅專業知識。咁呢本書呢，總共呢係由30位嘅專門雜誌同埋網站總編輯啦，再加上200位嘅專業記者去寫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對以下呢8個範疇有興趣嘅話呢，咁鄧老師相信呢一本書一定好適合大家㗎啦。咁有啲咩關鍵字啊，例如係再生醫療啊、電子支付啊、大數據啊等等嘅呢啲科學新範疇。咁在開始之前呢，問下大家知唔知呢2022年嘅科技期待排行榜第1名會係咩呢？咁第2、第4、第5名嘅佳麗呢，包括咗人工智能啊、物聯網啊、機械學習等等啦。咁到底有咩範疇可以超越到以下呢4個範疇呢？咁陣間會同大家仔細去到分析下嘅。咁首先呢，想介紹一下書入面嘅其中一個小章節啦。咁就係不會發生車禍嘅汽車。咁不會發生車禍嘅汽車呢，其實就係自動駕駛嘅最終極目標。咁去實踐自動駕駛呢，其實書都提到3大嘅範疇嘅。咁分別就係呢自動剎車啊、自動駕駛同埋自動停車嘅。咁首先喺自動剎車上面啦，其實依家有好多公司呢已經可以做到自動剎車嘅呢個功能㗎，包括咗豐田嘅 Safety Sense 啊，又或者係 Subaru 嘅 EyeSight 啦。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偵測到車輛附近嘅行人，又或者係路障啦，咁從而達到自動剎車嘅功能嘅。咁自動駕駛方面啦，自動駕駛其實去做到呢一個效果呢，我哋首先呢係需要駕駛者呢自己去做一個方向燈嘅操作啦。咁然後當你打咗方向燈之後呢，架車就會自動偵測車輛附近嘅障礙物啊，又或者係行人啊等等。咁確定咗安全之後呢，咁車輛就會自己去做一個變換車道嘅動作。咁做完咗之後呢，個方向燈呢就會自動熄返嘅。咁呢個就係自動駕駛嘅功能啦。咁最尾自動停車。咁喺自動停車上面呢，咁其實主要想提及嘅呢，就係自動停車嘅偵測功能啊。咁其實依家唔同嘅車廠啦，佢哋去偵測一啲嘅停車格嘅時候呢，用嘅技術都唔一樣。咁例如 Tesla 呢，可能就係用雷達啊、超音波啊係做咗一個嘅偵測啦。但係呢，相反啊，豐田啊、本田啊等等呢，都會去採取影像式嘅，即係透過一啲光學嘅影像呢，從而去偵測一個停車格嘅。咁所以唔同嘅車廠喺設計自動駕駛嘅技術上面呢，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可以輕輕提一提呢，目前自動駕駛嘅一個技術分級嚟講呢，我哋依家目前做到嘅最可行嘅都係去到 Level 2嘅啫，只不過係 Level 2。咁即係講緊駕駛者其實都係需要去操作呢架汽車嘅，只不過呢，自動駕駛係做一個輔助功能啫。咁我哋目標係去到 Level 3，即係全自動嘅駕駛。咁駕駛者係唔需要去操作呢一架汽車㗎啦。咁呢本書仲有其他好幾個嘅科學領域係介紹俾大家嘅。咁其中鄧老師想同大家 focus 嘅呢，就會係人嘅再生。咁呢個呢，亦都係剛才所講科技排行榜嘅第1名。咁人嘅再生上面呢，我哋所提及嘅其實就係再生醫療啦。咁再生醫療係乜嘢嘅一回事呢？其實就係講緊我哋想用一啲正常嘅細胞啊或者組織，從而去修復翻一啲受損咗嘅組織同埋器官。咁喺再生醫療上面呢，呢本書都總結咗好多日本嘅公司喺做再生醫療上面有啲乜嘢嘅發展啦。咁呢，鄧老師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係癌症治療癌症嘅新技術。咁喺治療癌症嘅新技術上面呢，除咗目前嘅化療啊、電療之外啦，咁我哋仲有一隻好新嘅療法，就係呢個抗合授元受體 T 細胞療法，所謂嘅 CAR-T 療法。咁呢個療法呢，佢嘅缺點就係有啲貴啦，但係呢，佢係可以將我哋嘅免疫細胞啦，呢啲 T 細胞去做一個改造，從而非常之有效率咁樣殺死晒，專門係殺死晒一啲我哋想殺死嘅癌細胞。咁呢，以上就係一啲關於科技嘅新發展嘅簡單介紹啦。咁如果大家對於鄧老師啱啱所講嘅所有範疇咧都有興趣嘅話咧，咁好歡迎大家借閱呢一本書嚟去睇啦。咁就係咁多，多謝各位。